今日焦點，莊文浩訪台表明議員不受外國指引。美國國防部不滿加國軍費凍結合作。阿省省長宣布將推脫離加國公投。全家麵包價格操縱案賠償開始發放。我係雪晴，即刻為大家分析。立即訂閱我哋，關注加拿大時事新聞。SRC-CBC 保守黨國會議員莊文浩呢個禮拜訪問台灣，佢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訪問嘅時候表示，此行目的係要展現加拿大主權，並反對中國政府警告加拿大議員唔好訪問台灣。莊文浩指出，今次行程有兩個目的，第一係要同面對威權國家威脅嘅民主地區站喺同一陣線，第二係要明確表明國會議員去邊度旅行，絕對唔會聽從外國政府嘅指引。中國駐加大使王迪喺4月曾經告加拿大議員同台灣官員嘅官方交往會帶嚟傷害。莊文浩對此表示，印太地區嘅和平同穩定對貿易至關重要，必須確保中國唔會對台灣採取單方面行動。佢喺星期三同台灣嘅領導人賴清德會面，而外交部長安南德並冇直接回應政府係咪支持此行，但指出國會議員有訪台嘅歷史。雪晴觀點，議員自主訪台，考驗緊聯邦政府對華外交嘅平衡術。跟住落嚟睇睇美加防務嘅最新爭議。SRC-CBC 美國國防部要求加拿大提出明確計劃，交代點樣達到北約新嘅軍費開支標準，否則唔會恢復兩國嘅雙邊防務規劃合作。美加常設聯合防衛委員會呢個星期暫停運作，原因似乎係加拿大冇計劃將軍費開支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嘅3.5%，以及將1.5%用於防務基礎建設。五角大樓官員透露，加拿大遲遲未決定係咪全數購買美製 F-35戰機，亦係另一個主要矛盾。美國國防部高級決策者科爾比日前喺社交媒體透露暫停合作嘅消息，暗示加拿大冇盡到責任。雖然總理卡尼領導嘅政府舊年向國防部撥款93億加元，以達到舊有嘅2%目標，但美方官員表示，加拿大至今仍未提出達到北約新目標嘅具體路線圖。雪晴觀點，軍費達標壓力巨大，卡尼政府正面臨盟友嘅直接施壓。加拿大內部亦面臨分裂危機。SRC-CBC 啦，阿省省長史密斯宣布計劃喺今年10月舉行公投，詢問省民係咪支持阿省留喺加拿大，或者授權省政府啟動憲法程序，進行具約束力嘅獨立公投。呢個決定係喺上星期法庭否決一個獨立倡導團體嘅請願後作出嘅。史密斯批評法官嘅判決係法律錯誤，認為係時候由省民表決並繼續前行。面對亞省死灰復燃嘅分離主義情緒，總理卡尼喺渥太華視察國會工程時表示，亞省對建設加拿大非常重要，聯邦正以合作聯邦主義嘅精神令國家變得更好。亞省多年嚟對聯邦嘅能源政策同省份地位感到不滿，今次公投無疑令卡尼面臨巨大壓力，既要維護國家統一，又唔可以進一步激化地區矛盾。雪晴觀點，地方與聯邦專利職怨心，公投考驗卡尼政府嘅政治智慧。跟住呢件事同大家嘅錢包都有關係。SRC-CBC 聯邦政府正計劃擴大基礎建設同出口，但工會擔心政府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勞工權益。渥太華目前正就聯邦監管行業嘅勞工法例修改諮詢工會同僱主。加拿大最大嘅運輸工會 Teamsters Canada 發言人莫內特表示，政府基本上開放咗整個加拿大勞工法，諮詢文件中包含好多商界期望嘅條款，包括對罷工權施加新限制。總理卡尼政府正推動國家基建，並承諾喺2035年將非美國出口增加1倍。
擬議嘅修改包括重新定義基本服務以限制罷工、更改談判同罷工通知期，以及設立特別調解員。雖然工會指出超過95%嘅合約談判無需罷工即可達成，但政府似乎認為罷工威脅到國家嘅貿易多元化策略。說情觀點，喺經濟發展同勞工權益之間，政府正面臨兩難抉擇。日常物價同樣令市民感到頭痛。SRC CBC 如隨住燒烤季節嚟臨，加拿大市民發現牛肉同漢堡扒嘅價格貴到難以接受。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數據，由於多年乾旱、牛隻存欄量減少同生產成本上升，牛肉價格自2021年以嚟飆升咗62.6%。今年4月嘅數據顯示，牛肉價格按年上漲12.5%，而價格喺2025年11月達到17.7%嘅峰值。卡加利有市民表示，而家買牛扒真係好肉赤。業界專家指出，雖然乾旱導致供應緊張，加拿大牛隻數量降至40年嚟最低，但消費者對牛肉嘅需求依然強勁。不過，目前市場有復甦跡象，今年年初牛隻數量增長2.5%，達到1110萬隻，價格回升亦都吸引咗牧場主重新投入生產。說情觀點，極端氣候推高食品成本，市民短期內仲要食貴牛肉。買麵包嘅市民而家可以攞返賠償。SRC CBC， 如果你之前就麵包價格操縱案集體訴訟提交咗索償申請，賠償金已經陸續發放。獨立管理人 Verita 表示，由於批准嘅申請數量極多，款項正分批發出。競爭局喺2016年開始調查呢宗案件。Weston Foods 同 Loblaw 承認參與咗行業價格操縱，導致每條麵包貴咗1.5加元。Loblaw 及其母公司喺2024年同意支付5億加元和解。喺2001年至2021年期間，喺加拿大購買過麵包作個人食用嘅居民均符合資格。未曾領取過2018年 Loblaw 25加元禮品卡嘅人可獲49.11加元，已領取者可獲24.11加元。款項會通過電子轉賬或者支票發放。當局提醒市民警惕相關嘅詐騙短訊。說情觀點，賠償金額雖少，但對操縱價格嘅企業起咗警示作用。跟住睇睇卑詩省醫療界嘅最新消息。SRC CBC， 卑詩省護士同省政府達成臨時協議，避過咗工業行動。卑詩省護士工會 BCNU 喺談判僵局後，本月初以98.2%嘅高票通過，獲得罷工授權。舊合約已喺2025年3月屆滿。省衛生廳聲明指，新協議包括額外撥款，以改善工作條件。協議細節要等投票後公佈，但工會透露改善咗福利、工作安全，並喺4年加薪12%嘅基礎上提供額外資金。工會主席吉爾表示，強大嘅罷工授權令談判小組爭取到實質成果，包括落實護士與病人比例嘅撥款。投票將於6月15至19日舉行。說情觀點，避過工潮保證咗醫療服務，但人手短缺仍需深層改革。但邊境系統呢邊就出現咗大混亂。SRC CBC，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CBSA 證實，今個星期較早時發生嘅系統故障，除咗延誤入境旅客外，亦導致多班飛往加拿大嘅國際航班登機受阻。星期一，全國11個國際機場嘅自助檢查機發生超過12小時嘅故障，入境旅客需要由邊防人員人手處理。邊境局最新確認今次故障係多個聯邦部門網絡失效嘅一部分。由於系統無法自動查詢旅客係咪持有有效入境文件，航空公司必須改用人手核對資料，導致登機延誤。雖然故障原因仍在調查，但邊境局表示冇跡象顯示遭受網絡攻擊。過
過去一年，邊境局嘅自助檢查機多次發生故障，局長喺10月曾經承認呢啲故障係不可接受。說情觀點，基建頻頻故障，政府必須正視系統老化同安全隱患。跟住呢單詐騙案令投資者血本無歸。SRC-CBC 安省越嚟越多投資者報警，指控多倫多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嘅前高層涉嫌建築裝修合約詐騙，涉案金額高達300萬加元。倫敦市商戶阿卜杜勒哈迪表示，佢同合夥人向當時擔任 Signet Group 營運副總裁嘅法魯斯投資咗超過60萬加元。阿卜杜勒哈迪指控法魯斯利用職務之便同建築項目文件誘騙佢哋投資，並承諾提供回報，但錢到手後法魯斯就失蹤，至今未歸還任何本金或利潤。目前已知有20名受害者，估計總損失達300萬加元。該物業管理公司發言人羅斯表示，法魯斯已經離職，公司對其指控深感震驚，強調對其個人集資行為毫不知情，並呼籲知情人士聯絡警方。倫敦警方證實正進行調查。說情觀點，投資高回報項目必須做足背景審查，以防墮入陷阱。最後呢條消息可能會引起大家嘅討論。SRC-CBC 卑斯省薩尼奇一名男子因喺6年內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同女童，被法庭判處4年半監禁。案件震驚當地社區。被告曾言揚音譯，承認窺音為性目的觀察及記錄、製作兒童色情物品以及發布犯罪記錄等罪名。警方形容呢宗係加拿大歷來檢控過最嚴重嘅集體偷拍案。被告喺2025年1月被重新逮捕，並一直關押。警方喺宣判前已確認並聯絡咗40名受害者，隨後有更多受害者主動聯絡。偷拍地點包括商鋪、沙灘以及透過私人住宅窗口。婦女團體指出，呢種罪行將終身影響受害者嘅安全感。警方表示，選擇喺宣判當日前公布案情，係為咗保護受害者免受2次傷害。說情觀點，判決雖已落定，但對受害者造成嘅創傷恐難以磨滅。以上就係今日嘅說情加拿大粵語新聞，多謝收睇，下次再見。